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中南部可化严重，气象局今仔表示，3月雨水嘛是较少，恐惊等到5月份的黄霜雨季，中南部才有机会落大雨。英国的《金融时报》指出，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总统蔡英文4月初过境美国的时见面，美国要甲炮弹会议放伫台湾引起讨论。日本经济新闻报讲，台湾9成退休的军官未进报中国，今仔是声明讲是受访者讲的，无代表报社的立场。先开始来看气象局发布上新的天气预测，预告今年的春天温度会较烧热，雨水嘛会较少哦，可能要等到5月份的黄霜雨季，南部可化的状况才有机会转好。中南部欠水嘛已经严重去影响到经济了。经济部长王美花嘛表示讲，会来调度用水，收紧的机制嘛会随时来检讨。气象局发布3月到5月天气展望，预估接落来3个月温度是正常达到偏热，春雨是较少。回看伫去年南部的降雨量是无到历史平均值的4成，即马正入枯水期，南部差不多是逐工拢出日头，水情正暗。恐惊就等到5月份黄衫雨开始时阵才会消透。从目前的预测资料来看，最少3月、4月份似乎是有少雨的，少雨到正常这个几率是比较高。至于5月份的话，其实已经进入到梅雨季，这个部分预测的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面对着差不多是要到30年来上严重的可化，中南部的水库调水率是继续减少。南投的雾城水库调水率是22.5%，闸门水库是18.2%，初步估计会当再用20天。一那北河水库是20.9%。经济部长讲，嘉南平原一级调租本来就是休耕，一那其他农产的杂作的工作，会搁再滚动式检讨。杂作的耕作等等我们都有跟农水署这边有密切的合作配合。那这个我们都会注意到相关的需求。台南的水情电库已经自3月初日开始调整真多，减量供水的感觉数，每个月超过1000度的用水大户就会节水10%。这嘛是希望会当平均台南甲高雄的供水，伫4月底进前拢未正列分区供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英国的《金融时报》昨报道指出，讲为了避免刺激北京，美国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甲总统蔡英文已经有共识，本地安排要伫台北见面，即嘛改做4月初2个人会趁蔡英文去中美洲访问，过境美国加州的时阵来安排见面。到时阵蔡英文嘛会来跟图书馆来演讲。也毋过针对这个报道，台美双方拢无证实。外交部长吴钊燮是表示讲，要爱等有具体规划，才来对外说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是毋是来访问台湾，各界拢咧关心。英国《金融时报》伫初6报道讲，考虑到台湾安全，避免再度来上演佩洛西访问台湾了后的强军包围演习，麦卡锡甲总统蔡英文达成共识，对台北见甲改做加州会，时间会选伫4月总统出访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甲贝里斯的时阵，过境美国会来会面。So first, I'm not aware of any confirmed travel on the part of President Tsai to the United States. Speaker of the House, in a case like this, is going to decide for himself or herself the meeting. 我们的元首外交是我们外交非常重要的一环，因此这个是我们外交部的重责大任。但是在还没有任何具体的这种规划出来之前我们不会对外面说明。台美双方拢正美手，无要来证实。国务院是定性讲，议长家己会当来决定要和啥人来会面。麦卡锡办公室是拒绝评论。报道嘛讲出，蔡总统要来访问纽约甲加州，特别是加州是麦卡锡的选区。蔡总统嘛办配会伫个雷根图书馆来发表演说。那么雷根总统曾经说了一句话，那么也值得我们来审视。他说，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谈的，除了我们的自由跟我们的未来是不可以被妥协的。总统蔡英文伫个2018年的时阵过境美国，就要来访问雷根图书馆，不是俄书当时是干那做简短的这个致辞。雷根总统基金会嘛有证实讲，有邀请蔡英文发表演说，不是个对这个出访的规划，外交部甲总统府干那表示讲，要等有确定的内容了后，才会对外来做说明。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美国国会通过2023年国防授权法，授权美军甲炮弹飞翼放伫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证实讲，台美当个参详，也毋过强调讲，只有伫危机的状况才安尼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是认为讲，美国方面可能是考虑到，若是两方发生冲突，军备的运补会有困难，所以才有这款拍算。有学者嘛分析讲，主要应该是放一寡美国海空军的炮弹飞翼，提供台湾美国共同使用。台海局势无稳定，美国原本伫个南韩、日本、菲律宾拢有囤弹药。美国国会通过2023年国防授权法，嘛授权美军会当把这个弹药甲放伫个台湾，引起关心。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证实讲，台美双方当咧洽谈。初七会做出进一步的说明，表示情况若是危急，才会安尼做。国防授权法里边有讲到，危急的状况下，会有这种动作，但我们现在还评估，还研议嘛，我特别讲研议，不要认为哎呀，我们现在已经要多少弹药进来，没有这么样的危言耸听的。美军是不是要甲东亚储备弹药，甲放伫台湾？目前还阁无定案。不过，朝野立委真关心。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讲，这项预防性的作为，代表美军伫亚太地区、东亚地区强化战略的部署，嘛凸显出这个台海若是有出代志，边啊4个链等国家拢有可能有介入的这个可能性提悬。两岸冲突的时候，我们在一些军需品的运补，特别是弹药的这些运补上面，或许有它的一些困难度，所以必须先存放在这边。有若干的这些备品，或是其他的有需要的这个弹药，或者是相关的设施设备，我觉得这是一个本来就应该有相当好的配套措施跟方案。也若美方伫个台湾囤弹药，这是算美军使用的，也是台美共用的。学者分析讲，可能以美国海空军精准飞弹为主，包含已经卖台湾 F-16战机使用的 AIM-120飞弹，也佫有含国军武器装备相斗密的弹药零件。便若是台海战事爆发，美军时刷就会当轻装坐战机军舰，紧命来到战场来协防台湾。还有就是鱼叉反舰飞弹，那甚至包括榴弹炮，也就是115公里的这个弹药，还有就是 M1 战车主炮12公里的弹药，都可能是会预先储存的这些物资。这个武器弹药必须都要放伫个有控炸能力的防空，也是地下仓库。苏志芬表示讲，美军有可能透过金融援助来打造新的弹药库，也是讲甲国军租用现有的场地，这拢是会当行的步数。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日本经济新闻2月2日报道讲，台湾有9成退休的军官拢去中国卖情报，质疑咱国军的忠诚度。咱国防部、外交部拢表示抗议。日本的经济新闻今仔嘛伫同一个版面刊声明，强调讲新闻报道是受访者个人的立场甲意见，无代表报社的立场。针对造成困扰，表达遗憾，嘛讲未来会来加强报道的公平性。日经已经在今天早上做了非常完整的这个说明，那他们的澄清之中也有表达遗憾。那对于这个结果，那我们感到肯定。那我想有关于日经的这个报道所引起的社会的这些争议等等现在应该是可以画下句点的。这个我就不评论了，至少我讲的话他听到了。退会会主委房世宽之前有批评过，讲这个报道是乌白写，伊今仔佮强调讲，已经表达过伊的立场了。外交部长吴钊燮是肯定日本经济新闻的声明。外交部嘛强调讲，政府的立场就是讲，国军是守护社会安定、国家安全上坚定的力量，完全无需要怀疑，嘛袂当互侮辱。再来看基隆捷运的经费，最近有做调整。基隆市政府的负担部分对本地17亿加3倍，要负担53亿8500万。市长谢国良是直接呛讲，这无可能，要求中央应该要全部负担。佮爱内政部长林右昌斗相共来争取中央的经费。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会甲地方做伙来开发。交通部长王国材嘛建议讲，利用区段征收，摕到道路用地，或捷运行伫顶头，基隆市政府就唔免开钱。
林耀昌嘛表示讲，地方应该爱甲中央好好合作，唔免对中央放刁。家用载运的经费自425亿调整增加到697亿，地方政府分担费用嘛增加，其中家用市要负担53.85亿。市长谢国良直接讲无可能的代志，要求中央爱全部负担。行政长陈建仁讲，即马已经用上优待方式，地方若是有误会，会加强沟通。我们现在已经用最优惠的方式来和地方政府一起努力来开发这一个基捷。那如果地方政府有所误解的地方的话，我会请交通部呢来加强沟通。土地使用也可以从区段征收取得道路用地，然后让这个基隆捷运走在上面，基隆市政府就分担就很少，或甚至不用分担哈。王国才是讲，主要是因为原物料也有土地使用成本拢有增加。谢国良阁话话，前家人市长即卖内政部长林耀昌爱斗相共争取中央的经费。林耀昌讲，县市长爱加拍拼，呛声是不如实际做代志。谢市长应该多努力一点，与其说政治上的一个狠话，不如实事求是，然后务实的来跟中央合作解决问题。林耀昌讲，家人市的财政已经自第4级变做第3级，因为安尼，互中央补助的比例下降，建议会使甲中央沟通，争取用过去第4级的补助比例来互家人支持。王国才是讲，还未正式甲家人市政府来展开沟通，希望未来中央地方是做伙来拍拼。记者欧良、张国良台北报道。再来看台北市宣布都更5线正式启动，市长蒋万安表示讲，台北市建成139年了，人口平均的年纪嘛是达到上悬，一定爱赶紧都更。嘛望讲透过法规的放令来促成都市更新。有市议员嘛呼吁讲，建管处甲都发局卡手无够问题，就应该爱先想办法来解决。台北市30年以上的旧厝有10万栋，为着加速都市更新甲旧厝重建的进程，台北市宣布都更5线正式启动。针对规模建筑、都更、征收等等各种政策进行简化，嘛强化补助。希望能够透过法规的放宽，能够加速都市更新。但现在如果透过围老100%的门槛，实在是非常高，整合不易。都更5线包括公办都更降低条件，民办放令法令，山坡地危险建物会当更新，确保130个所在住户的安全。另外，加速都更审议的程序，按算会当缩短审查的时间，差不多6个月。嘛因应超高龄的社会来临，故公寓按电梯的需求大大增加。未来补助按电梯的金额会为250万提高到300万。不过，嘛有议员认为讲，干那靠开钱是无法度解决都更的问题。人家会为了你的电梯补助增加多少钱而达成都更的促成率吗？只是丢出补助，只是撒币，我认为解决不了问题哦。但很可惜是，除了这些程序加快的角度以外，它还少了一些包括结构、大地、水保，甚至建筑技师等等的执行细节的方案。议员嘛呼吁，好的政策的前提是卡手爱有够额，才有法度来执行。应该爱先甲建管处甲都发局的人力保护够额。若敢是要甲都更处先做都更局，蒋万安表示，内部还阁当地咧研究甲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为了减少塑胶垃圾，环保署按算对今年7月初1开始，要限制旅馆业者提供用一届就单调的器皿，加一寡塑胶的卫生用品杯啊。早起嘛将对草案来进行讨论。也毋过，观光局是表示讲，若是无好好宣传，客户的成数一定会增加，嘛影响到国际形象。为避骗的业者嘛表示讲，至少爱互因2-3天的时间去做准备。根据2019年统计，国内旅游的人数有到8,000万人，民众伫外口住会使用大量的旅宿用品。环保署拍算要限制使用，第一阶段为7月初1开始，旅宿业者无主动提供一届性的用品。包括180毫升以下一届性的包装液态用品、保养用品、个人卫生用品、一届性衬托啊。除了房间内，房间外也无要摆出来，互人可以随意摕来用。这个趋势呢，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呢，我想署里面对这个草案也一定要推动下去。业者虽然未主动提供一届性用品，不过也是会用大罐装或者是挂伫壁顶的方式来提供。伫第一阶段，民众若有需求，也是会使甲饭店讨。会知影环保署举行草案研商会议，真侪旅宿业者参加，
但先发现的观光局认为7月初一实施宣导无够，恐惊会增加客数，冲击国际形象，增加服务人员的负担。是不是环保署这边可以考量，直接就不提供，法令直接限制下去不提供，那整个宣传期加强，让大家了解这样的状况。用品的进口甲供应商也不满1月通知7月就要实施，讲安尼根本袂符营运，库存消化袂起。也有业者强调，大包装唔是每一项用品都适用。我们希望是环保署跟观光局他们可以把这个时间不但要延迟到1年，甚至2到3年不做，认为是有需要的。乳液这个东西，你们敢用过上一个人使用过的乳液吗？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人敢用。环保署解说，即届草案绝对毋是要禁用禁卖一届性的用品，无要免费提供，也是会当用卖的方式，予需要的消费者。毋过，观光局甲多数业者烦恼原冲期无够，环保署回应，原本想要一步一步杀，若各界认同要延后，全国统一实施，会使将日期延后。记者综合报道。民众的税金也是罚金无力，若属有厝有车顶财产哦，得互法院拍卖。今仔早起，行政执行署的台南分署特办拍卖会，若有卖车、有卖厝，阁有现版的草鱼、虾仔，现场就亲像是一个小型的市场。民众嘛望讲，因赚的钱会当赶紧甲欠政府的钱还掉。现场炒面是炒甲香港讲声，真侪民众排队要来买，但是镜头甲游较远来看，这打牌所在毋是伫咧市场，是伫咧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的法院拍卖会现场。头家娘因为景气歹无钱还罚金，所以含执行署参详用摆档的方式来还钱。今仔穿迄个土头鸡、炒面、炒米粉。牌照税、燃料费、交通罚款以及公路法罚款，那总共自签的金额是29万。他因为经济上有困难，没有办法办分期缴纳，所以他才想说，利用今天法拍会的活动。民众若是积欠税金，也是罚金，钱若提不出来，地方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强制执行，会甲会当拍卖的财产拢摕来换现金还钱。但是台南分署找出这场拍卖会，毋若卖厝卖表啊，还佫有现版的草鱼，请真侪民众来排队。我是第一次参加，是只有20箱而已，不知道能不能够拍到。有一些高比业者需要的量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就一部分把它拿出来拍卖，然后剩下的部分才用现场零售的方式。这一人搁一人的草鱼来到现场，就请真侪人来排队，总共有500人来买。另外，搁有水产业者早备下来。这个拍卖会商品是陆国属国，行政执行署嘛希望透过互义务人用摆档等等的方式，协助民众紧甲欠的钱还掉，恢复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欠两个议题哦，是吵吵闹闹。台湾民众党的台北市议员今仔嘛开记者会，因讲毋若餐饮业欠两，向立教中心、老人共产一寡社福机构嘛拢买无两哦。台北市社会局是表示讲，暂时会当用同款营养价值的材料来代替。难道你要我们议员去问你蛋况、蛋价现在状况是什么，你才急着去发文吗？最近大家拢伫咧讨论两起价抑个买无两个问题。台北市议员批评政府动作伤过慢，民众党的议员随即办记者会，强调毋若是餐饮业者欠两，就连立教中心、老人共餐驻点这寡社会福利机构也拢欠两，叫台北市政府爱好好处理。他们是供蛋的量有下降哦，目前都是以这个营养相关其他蛋白质的措施来替代。我们也会积极的配合和来做相关的这个反应。台北市政府也一直跟中农委会这边密切保持就是联络，然后请他们加紧调度这个相关的鸡蛋的供给，然后因应台北市的这个需求。若是欠两个问题，议员也讲，疫情这么小可较小套，真侪人出去耍。因过饭店也个旅游业出现人无够的问题。在3月18要举办的就业博览会跟4月22要举办的就业博览会里面，也都分别有17家跟29家的旅宿业来参加这一次的就博会。那并且同时释出了600多个以及1000多个就业机会。议员也批评台北市政府基层的人力无够，强调自环保局、卫生局到警察局、消防局，欠业有到688人。要求台北市长蒋万安伫咧送任何政策进前，爱先甲欠业保护到。记者综合报道。
2月2日，台东市的粪扫场火烧，一烧就烧3天，嘛造成空气中有有毒的气体污染，当地民众拢先离开。当地里长是表示讲，最近15档粪扫场4档就会烧一届，实在是真困扰。今仔有10外个里长因做伙去向县议会申请，要求环保局佮爱赶紧处理全县13座已经蹲甲要停的粪扫场，来保障民众的安全佮健康。台东县议会当咧召开临时会，透早台东市10几个里长早陈情书来到县议会申请，因为伫顶个月26日，台东粪扫掩埋场烧连续导火3天，附近的居民受到这款臭干干的味已经挡袂牢离开。即马火已经拍花，里长讲这个粪扫场差不多是4年度一摆火。即马台东县粪扫分化场已经试营运，要求环保局要紧的处理这个吨12公尺悬的粪扫，还有下边的风气，预防风气佮导火起来。外县市他们先进行打包，减低这个沼气的产生，也减轻臭味，让这个垃圾可以去去化，或是先暂存。台东县环保局表示讲，原本今年要办理台东市粪扫掩埋场处理的招标，不过无想到讲发生火警，所以讲要等到这个掩埋场内底去互涂胶台的这粪扫监控一段时间了后，才会当来做粪扫筛选处理作业。地面上堆置的垃圾，有需要筛分的我们来筛分，那可以直接打包的我们就直接打包哈。我们把地面上这一些垃圾哈优先来处理。不日个台东市10几个里长陈情表示讲，全县还佫有13座已经满的粪扫掩埋场，内底嘛有温风气，还佫有导火的危机。县府应该佫爱紧的甲环保署来争取经费做伙来处理。环保局讲，其他乡镇的粪扫已经有煞咧清到这个分化场来烧，目前会先规划来处理台东市这个大的旧粪扫。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联合国最近有一份报告指控缅甸军政府制造永久性的人权危机，一直发动空袭甲炮弹攻击。过去2天已经造成至少2940个人死亡，有超过17500人被军政府抓起来。缅甸军方最近佫伫2个钟头乌白杀人，至少有17个人被杀死，真恶质。涂骹火西西，边仔还佫有一具尸体，有真侪被杀害的平民。这个尸体佫搭伫个马车顶悬，这是缅甸军方最近伫个2个庄来做屠杀，造成17个人死亡的画面。当地居民咧讲，有一寡人伫个遇害进程，甚至还佫遭受到酷刑来对待。ပြည်သူတွေရဲ့ပိုင်ဆိုင်မှုအလုံးကိုဖျက်ဆီးမယ်ပြည်သူတွေကိုတပ်ဖြတ်မယ်ဆိုတဲ့တကယ့်ကိုစနစ်တကျစီမံချက်ချပြီးလှုပ်ဆောင်နေတာတွေ့ရတဲ့အတွက်အခုလိုကျူးလွန်မှုတွေကစစ်ပွဲဆိုင်ရာရာဇဝတ်မှုကျင်းထန်စွာကျူးလွန်မှုဖြစ်တယ်လို့ထင်ရှားတဲ့သက်သေအထောက်အထားများဖြစ်ပါတယ်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讲，缅甸差不多有77%的地区当咧发生武装冲突。自从2年前发动政变夺权以来，上届少也佫有2940人死亡，超过17500人被掠去。联合国伫初3发布一份报告讲，缅甸的军政府伫咧制造永久性的人权危机。这份报告记录从去年2月7日到今年的1月底，过去这1年来，军方对反对者做血腥火西西的镇压。They employ this approach, including through indiscriminate airstrikes and artillery shellings, razing villages to displace civilian populations, and denial of humanitarian access, to cut off non-state armed groups and other anti-military armed elements from access to food, finances, intelligence, and recruits.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嘛呼吁所有的成员国，各爱来敲斥军政府和人民展开对话，来结束这场残酷的危机。公司新闻郑怡仁编译。再来看乌俄战争，乌克兰切拉表示讲会继续伫巴赫姆特战落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讲，巴赫姆特若输去，嘛无代表讲罗西亚是正赢，嘛免认为讲罗西亚伫战争中有赢面占优势。俄军正想要包围巴赫姆特，来确保过去半年以来第一遍重大战果。这是当天进攻拍了上火烈，也是伤亡上多一遍。乌克兰军队一直强化巴赫姆特以西的基地，看起来可能是打算要撤退。严格指挥官崔勒的报告显示也未决定。If the Ukrainians decide to reposition in some of the terrain that's west of Bakhmut, I would not view that as
as an operational or a strategic setback. I think it's more of a symbolic value than it is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value. So the fall of Bakhmut wo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Russians have changed the tide of this fight.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这段谈话被认为是一个淡化巴赫姆特的战略价值。俄军甲领导这场攻击的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最近团结袂下，瓦格纳集团讲早就已经包围巴赫姆特，不过莫斯科2个大型的弹药也未送到位，要作战总部的通行证阁被取消。因为社群媒体大讲，正直的了解，这只是官僚作风，也是背叛。Если сейчас ЧВК Вагнер отступит от Бахмута, то весь фронт посыпется. 对此，俄罗斯国防部无随做回应。在前线，乌克兰军队也注意到俄军的弹药无够，限制巴赫姆特的进展。不过，俄军的攻击最近几天有加强，想要突破防线。俄罗斯甲乌克兰双方炮火对比兵拢愈来愈少，东部甲南部的战线每天拢发射几落枪列炮弹。似乎欧洲的盟友正努力要达成协议，才买更加侪弹药。巴赫姆特一位指挥官讲。无接到铁蹄命令，会坚守防线。巴赫姆特甲伊周边的局势，甲规个东部战线，拢敢若地压同款。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为着应应气候变迁，联合国甲世界气象组织拢准备要利用新的温室气体监测设备来追踪气候变化，提供研究。目前澳洲是热人，澳洲上大都市雪梨，最近有小燕，阁有热流，温度已经升到40度了，嘛是最近2天来上热的记录。著名的景点邦迪海沙坡游客满，真侪人来遮耍水。澳洲第一大城雪梨，吹6下昼，温度超过摄氏40度，创2年来上热的记录。有游客头一回来雪梨耍，就拄到超过40度的温度，热甲花挡袂牢。Well, it's my first time in Sydney. I arrived this morning and I'm leaving in a couple hours, so I really want to check out Bondi Beach. But there's like no shade. It's just very hot, so we're leaving in a bit because we don't want to be in the sun for too long. 雪梨所在的新南威尔斯省全面实施禁火令，避免发生森林大火。一共35间公立学校因为天气伤热暂时关闭。气象局警告讲，当地有可能出现雷公四那引起火灾。估计这种热的天气可能会一直到初八。Look, we've got hot, windy and mostly dry conditions over much of New South Wales, and that's driving low to severe intensity heatwave conditions across eastern New South Wales. We're forecasting temperatures we're in the high 30s right into the low 40s for much of eastern and northern New South Wales. 最近这几年，全世界面临着极端气候加全球暖化危机。大气内面的温室气体浓度一直创新高。2015年签的巴黎气候协定，要把全世界暖化升温的幅度控制在摄氏2度的范围内。联合国旗下的世界气象组织讲，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更加强有力的科学基础。虽然宣布将温室气体标准化，并且即时追踪。3大温室气体分别是二氧化碳、甲烷、甲一氧化二氮。气候暖化差不多就66%是由二氧化碳所造成。世界气象组织的新平台将会整合太空加地表的观测系统，并且要测出温室气体排出去了，最后是走几度的无确定性。公司新闻郑伟玲、吴继昌编辑。来看美国企业家成立的亚化地理自然保育基金会，甲未来的地理南边9万多公顷的土地，佮捐予地理政府，未来会来设国家公园，保护一款伫要绝种的地理原生种的螺仔，佮其他的动植物。伫智利南部麦哲伦区的佛罗厄德角，是南美洲上南边的土地。这片面积有93000公顷的原始自然生态，是美国保育自然企业家克里斯汀·汤普金斯旗下的亚化智利基金会，甲智利买过来，顶礼拜国捐登记予智利，由总统博瑞克代表接收，以后才会设立国家公园，保护强要绝种的智利的野生的马驼鹿，抑个其他的动植物的物种。克里斯汀·汤普金斯讲，这是保育任务的一大里程碑。When Cape Froward is established as a national park, this will be our 16th national park that we've been so fortunate to be involved in. 克里斯汀是华品牌 The North Face 的创办人汤普金斯的看手。
汤普金斯以后半世人拢伫咧做保育工作，伫智利甲阿根廷买规大片的元素生态区，并且佫关登去互政府成立国家公园，透过国家甲私人组织的合作，提悬保育的成效。伊伫咧2015年过身了，克里斯汀遵照伊的理念，甲智利40万公顷的巴塔哥尼亚林区佫关登去互政府成立5座国家公园。智利政府伫咧找人宣布，甲佛罗厄德角纳入16条马托路伫咧行的通道，希望能救济数量存无到过去一派马托路的生态。Cape Forward, with its peat bogs and native forests that are untouched, this is a golazo for conservation and fighting against climate crisis. 智利南部有正丰富的森林资源，对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碳封存能力，伫咧全世界是排前头几名。对减慢气候变迁有正面的影响，透过政府甲企业的合作，和生态保育的工作会当一直做落去。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过来消息，咱个来看惠灵县斗六伫今年的1月份，和一间屏东县的环保公司甲炉渣并伫斗六，计共受到清动，业者违法赚7700多万哦。惠灵地检署侦办，即马这个环保公司姓吴的负责人甲工程公司的负责人，拢一定互羁押咯。惠灵设立一间制造豆皮的工厂，用大量废材经焚烧所产生的炉渣，交由合法环保公司处理。但环保公司业者却总合不法业者来载运，将炉渣违法堆垦在斗六市万宁单段被查到。云林县某处土地非法回填炉渣等废弃物，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业者应委托合法废弃物清理机构进行清除及处理。惠灵县环保局表示，这个案件发生在去年8月，因为警方查到斗六市万宁单段违法回填炉渣，交由惠灵地检署追查来源发现，这间屏东的环保公司以合法应付非法，委托台南市一间工程公司违法清运堆伫9000公吨的炉渣。扣得相关账册、会计等资料，炉渣废弃物高达约9000公吨，换算犯罪所得新台币7700万元，并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那另外针对现场的这个炉渣，我们裁剪的这个 TCLP 跟大药锌重金属相关的一个检测并没有超过一个法规的一个限值了经过检方调查，虽然环保公司领有废弃物遗弃的清除执照，但可以补贴费用的方式，委托无合法的工程公司来清运，嘛无再去合法处理。目前将进一步追查炉渣是无其他的来源和去处。记者用报道。再来看桃园的石门水库，即马车辆的出入拢改做是电子感应来收费，因为费用增加哦，歇困日佮定定塞车，互民众是真怨叹。桃园市政府是表示讲会要求北水局针对水库园区的收费甲车辆出入的动线来做检讨。风景真水的石门水库园区，自来拢是桃园真受欢迎的观光景点。由管理局外包予桃禧饭店集团经营了后，入园改用电子感应收费，费用有起，加上休困日会塞车，是引起真侪民众的不满。议员认为讲，收费起价，不过园区内底建设无相对提升，较无法度谁人去遐行搭。过去的门票收入它是一部车是80块钱，目前的120块，在既没得吃又没有优化整个大环境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门票的收费呢，势必是不为民众所接受。针对北水局要执行石门水库水利发展工程，甲新竹连通管兴建计划，工期差不多是10年。桃禧公司认为讲，当初并无写明伫咧投标的合约内底，评估整体营运会严重受到影响，所以提出结束园区营运的合约。不过也是依持溪州转运站游客中心的合作。经三方共商研议，自112年1月1日起终止石门水库营运业务，未来收费业务移回北水局主政。针对石门水库的收费的部分，外界有很多宝贵的意见，那我们北水局也都在收集以及做相关的一些检讨。桃禧饭店集团甲管理局结束合约了后，北水局会重新接手收费的工作，嘛讲在期内会先采用人工收费，未来会重新建立新的电子智慧收费系统。嘛会针对车辆出入园区动线的管制来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
目前稻仔长的阴残，花莲吉安乡有农民为着要抢水搬石头仔等伫水沟，雨水流入去伊的田里。附近的民众是真不满因讲水利会灌溉水道已经有提供水源农民搁来抢水沟仔的水这实在是真超过。这是花莲吉安乡的一大水田，有民众翕到有一个老农夫，伊搬石头搬到车路中，甲铁空挂掀开，将石头甲弹落去，安尼互民众看到拢硬气。有点不道德啦，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要取水还是要干嘛的话，其实你大可可以用板子，就是你丢石头下去，它之后要把它取出来，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附近的农民表示讲，等石头来闸水，互水称悬，这是当年春天引水灌溉常常有的代志。不过，伫遮水利会食水沟已经有水流入去老农的田里啦。若是过用石头来踢水，安尼小水沟的水都会踢掉咧。按照正常是不正确的，他要来跟我们申请。因为每一个郡沟里面的话都不申请的话，他自己去挡的话，导致到最后我们的沟渠几乎都是有没有石头。工作站强调讲，吉安的灌溉用水已经有够额，免搁抢水。农民若是讲要搁引水，就爱甲一个相关的单位来申请需求。若是家己甲弹石头入去水沟内底，安尼已经是违法。这个开发的关键是属伫乡公所。若是讲用这款垃圾水来灌溉，还佫有污染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苏澳的木架村最近有几件流浪狗咬人的事件，造成民众甲游客受伤，是真困扰。县政府已经去现场处理，嘛甲这流浪狗带转去中心安置。一个民众伫路边在行，雄雄一只乌狗为后壁撞出来，撞对民众的脚甲夹落，脚随出现两孔，随去病院做破伤风狗药啊。结果狗就跑出来，狗子哈，跑出来就把我咬下去了。是哦，咬下去，然后就好像有一点痛，我就下去摸，又有2个洞。这只乌狗踮伫苏澳真出名的观光景点木架村，已经毋是头一届甲民众攻击。在地人讲，那像是有人带来遮等的，毋若是在地人，嘛有观光客去互夹着。通报公部门几啊届，毋过这只狗看到掠狗的人来，就走干那飞。刚加了后，要是伫咧庄仔内乱扫，问题从到大拢还未解决。叫公所的人来抓，他看到那个穿黄衣服的人，他就跑掉了。关府当时分防疫所的人员接到通报了后，拿麻醉枪把这只狗的麻醉放入去狗笼内底，带回去安置。那这边就呼吁相关的民众，如果遇到这种情势，就是第一时间就是通报我们动植物防疫所，那来协助捕获。关府讲，民众若是拄到有狗人攻击的情形，就要随通报防疫所。这只狗因为有咬人的前科，短期内未开放予民众领养。不过嘛，呼吁民众，若要饲狗就唔通黑白甲单掉。记者综合报道。婚害防治法修正案伫总统公布了后，教育部嘛伫2月份发文予大专校院，要求伫2月底进前，就爱甲校内的食分区取消。也毋过，台湾学生联合会是认为讲学校无提出相关的配套，今仔引起教育部定情，望讲全面禁止食薰的条文应该先暂缓半冬到1冬。台湾学生联合会初7个教育部门卡口来定情，认为婚害防治法修正条文1过3读通过，未来各大专以后全面禁婚，但是教育部伫2月初就赶紧发函，予大专以后要求2月底就要移除食薰区，根本无做好相关配套。我们学校它目前吸烟区就已经全面来去做移除，甚至挂上红布条说全面禁烟。校内法规尚未完整的修正，也导致说学校到底能不能开罚，那要怎么移送卫生单位这些事情，在配套都还没有完全的情况下，完全无法可管。学生团体激励，因发现有学校剔除食薰区，等到互真侪食薰的人集窝伫校园的外口，市区位啊，搁较无法度管理，而且团处有部分学校讲，宿舍会派人巡查，敢有偷食薰，若闻到薰味就检举，等到引发冲突。希望教育部应该伫行政院定出实施的日期进程，互学园禁薰有较长的适应期。基于我们维护我们师生健康的这个立场呢，我们是希望说，未来能够朝向能够无烟校园的这一个没有烟害的环境，能够尽速的来落实推动。它本来就应该要禁止的。其实它校园本来就是归纳于在无烟的公共场所里面，就像医院好了，我们医院就属于就是那个无烟环境。
全球联表示，各国有学校嘛是全面禁分，咱台湾的法规已经放确定，不过学生团体也是强调配套措施嘛会考量，才袂食紧弄破碗。记者电话为你小开台北采访报道。统计显示讲，咱国内已经有超过5000万人患着新冠肺炎。台湾家庭医学会上新的调查发现讲，染病了后会出现肌少症的后尾5个出院的患者，可能就有3个人有这款症头，会超过半冬的时间，肌肉无力、疲劳神身对65岁以上的老大人来讲，若是有肌少症的状况，恐惊会定定跋倒，增加死亡的风险。50多岁廖先生本来有爬山的习惯，不过去年12月伊确诊新冠肺炎后了，即马行路容易会喘，就连爬楼梯时阵也感觉双脚无力，体力甲以前拢袂比的。连跑步的时候啊，其实就喘了起来。当然，第二个很重要的是跑步，尤其常常运用到的脚就没有力气。伫确诊了出现肌少症，也就是新冠后遗症之一。根据台湾家庭医学会调查，国内累计新冠确诊有超过1000万人，平均5个出院的患者，可能就有3个出现长达半年的肌肉无力或者是亚性的问题。医生讲，新冠病毒会引起规身躯免疫的问题，发炎的反应会造成肌肉生成的效率变歹，尤其是65岁以上的士大人，若是有肌少症，较会有跋倒加死亡的风险。老人肌少症流失最麻烦就是可能会有跌倒的风险，然后生活的一些行动能力受损。最重要的是，万一如果住院的话，可能会延长他的住院天数，这些都是造成以后死亡率偏高的原因之一。医生提醒讲，肌少症有几个症状，包括自椅仔顶或者是面床顶要爬起来时阵较困难，坐面滚时阵拢坐袂搭，无法度爬楼梯。建议民众普通时加食一寡高蛋白食物，譬如讲大豆、鱼、鸡肉，也要有规律的运动，才能刺激肌肉生长，避免肌少症的症状。记者综合报道。拜拜拢定定会买寿桃还是寿面做的塔来拜拜，也毋过这款塔拢是用玻璃拢去做的，用完就单掉，是真无环保。有业者就设计用纸桶来做塔，拜拜了后纸桶会当放物件，嘛会当当做椅仔来坐，100公斤的人嘛通坐，咱做伙来看卖。新民若要做生日，一寡宫庙或者是信徒会烧送寿桃、寿面塔。这寿塔基座大部分拢用玻璃拢做的，拆开了后一个真大块，要单调阁无环保。有信徒研发纸桶做的寿塔，拜拜煞纸桶会当摕来堆物件。上特别的是，一个纸桶有法度置重100公斤，会当摕来做椅仔坐。这较环保啦吼，算较创新啦，算讲这拆掉会当做椅仔坐，会当100公斤无问题。若寿桃甲寿面袂当放伤久，拜拜煞几工仔就拍算去，所以就放桃仔味的乌龙茶米代替。传统的五谷改做宜兰的金枣糖、大乌枣、葡萄干、桃仔润糖甲旺来糖，口味较现代化，毋过祝寿的心意无改变。内底有山珍海味，还有五果，也是拢用糖啊代替安尼。会当放较久，安尼。目前这寿塔有水彩、金银2种设计，未来嘛会有4种新秀的造型。毋若金庙一火安做会用到，民间恭喜开幕嘛真适合，有影实用佮环保。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前大联盟的选手洋基球队的守护神李维拉，昨已经来到台湾咯，明仔载要为世界棒球经典赛开幕战来开球。今仔早起伊嘛甲台湾的基层教练来分享伊职业球员的生活，佮退休后甲做教练来培养少年选手的经验。因为经典赛头一场的比赛是台湾队对阵巴拿马，问来自巴拿马的李维拉讲，伊希望对一队赢球咧。伊是讲这个问题是真歹回答。穿西装面声笑嗨嗨，退役的美国大联盟球星，前洋基的守护神李维拉，第一遍来台湾担任世界棒球经典赛开球来宾，一个特别甲基层的球员一个教练分享伊的经历。Dreams they come true because I'm one of them, and my advice to them is that I never give up. Always keep pressing on until you achieve that dream. 回看伊一路行来，为了要完成梦想，
正认真、正努力，把每一件代志拢做好，正紧的调整家己的身心状态。也军生就讲，伊会变做光头，就是因为做终结者压力正大，头毛拢落了了。李维拉也讲到，伊即马现阶段伫咧做少年世代人才培育甲教育。也那媒体问到讲，开幕战就是台湾对巴拿马，来自巴拿马的李维拉希望倒一队会赢，伊的回答正保守。Obviously, being Panamanian, I want Panama to win, but here in Taiwan, I want Taiwan to win. You know, so I mean, that's contradicted. But I love baseball, and I want the best team to win. 李维拉伫咧分享会了，去台中办训练营，并且将会参加吹背中华队甲巴拿马的开幕战，也个唯一的一场签名会。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日本的道路交通法修法通过了后，4月份开始会当开放自动驾驶的汽车驶伫路面咯，物流的机器人卖当上路。因为政策已经开放，日本大大小小的公司拢正拍拼研究机器人，要来抢商机。总部设伫咧东京的机器人研发公司 ZMP， 2年前所生出豪华物流机器人 Deliveroo， 最近常常出现伫咧市郊的车路甲人行道做社区测试。这台红色的机器人有2对正水的大目睭，听讲伊伫咧行的时阵，若是头前有人挡着伊的路，伊的目睭就会流目屎出来。社区内面的囡仔拢对伊印象正深，也拢知影伊的名。ロボット単体でこの自立で安全に障害物があったら避けるとか、あと信号認識をするとかっていうのをロボット自体が判断をしてやるっていう自立型なんですね。で海外で行われているロボットっていうのは遠隔でオペレーターが遠隔操縦して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も多いんですけども、我々は自立で。遠隔の方はどちらかというともう監視をしているだけという。上华电器也送一台黑白2色的物流机器人哈可布，用1点钟上悬6公里的速度伫咧路下行，卖各种点心、四小啊，也有烧的或者是冷的饮料。哈可布会根据路的情形，家己决定当时爱释翻。若是拄到现场伫咧施工，或者是有脚踏車經過，伊拢會停落來。いいと思います。対面でも安心感は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手軽に買えるのはこういったものかなって思うので、例えば覗きに行って今いらないなっていうそういう欲しいものがなくっても離れやすいし。日本道路交通法修正案自4月開始生效，屆時會開放 L4等級的自動駕駛汽車，也有自動配送機器人伫咧路下行。這種形式的物流配送機器人已經伫咧英國、中國等國家使用。業界人士估計，日本是用漸進的方式來掃，伫咧確保安全無問題的情形下，讓社會慢慢適應這種新的物件。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輯。伫南韓無要結婚、無要生囝，刷單做伙的真盤是愈來愈多。去年伫韓國某20外個電視節目就會討論這個現象哦。統計嘛顯示講，伫過去的5冬，南韓結婚的人數是減少2.3%，也毋過哦，同期是增加7.5%。同款32歲的趙星河甲李尚美戀愛超過10年，兩個人目前同期毋過無拍算結婚，因大方上電視實景秀，甲人分享因的生活。 결혼을 하게 되면 당연히 이제 뭔가 권리처럼 저에게 출산을 요구할 수 있는 부분인 걸 제가 너무 잘 알아서 그걸 피하고 싶은 마음도 엄청 커요. 李尚美坦白講，伊無想要承擔婚姻中的責任，也無想要生囡仔，這是伊拒絕結婚的主要原因。李尚美另外一半雖然也是想要結婚生囝，毋過支持女朋友的決定。 남편의 그런 생각이나 가치관이 좀 많이 바뀌어야 되는 것 같아요. 정말 같이 보는 느낌. 근데 어쩔 수 없이 젖을 물려야 되는 거는 엄마의 몫이고 남자가 대신 해줄 수도 없고 그러니까 완전 50대 50이라는 거는 이 육아에 대해서는 존재하지 않는 것 같아. 南韓去年像這種以同期無結婚做主題的電視實景秀至少20個，是安怎這種節目這麼流行？一個製作人是講，毋是要鼓勵同期，是反映社會現象。
根据调查，目前南韩敢一半的人认为有必要结婚。过去5年，新婚的人数下降2.3%，同期的家庭升悬7.5%。另外，社会对同期的接受度为10年前较无5成，升悬到65%。这个数据说明同期不是禁区，这种节目有伊的市场。制作单位甚至会举办每种的见面会，满足观众的需求。 아마 제가 연애 프로그램 제가 좋아해서 약간 남녀 간에 서로 약간 좀 만나서 약간 얘기하고 감정을 약간 표출하고 그런 것 때문에 제가 솔로지오 좋아하는 것 같아요. 心理学者分析，平常时老百姓的长期生活，更较会互观众产生替代性的快乐甲情感的认同效应，所以这种节目会真受欢迎。不过，对于生育率已经是全球上低的韩国来讲，无结婚无生这个现象，会使得社会老化的危机更加严重。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下半部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 华东地区上低14度，上悬21度。再来看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